国家人权博物馆推出人权教育绘本评选的计划，今年已经是第3届啊。这届有12组的创作者来参与，在这4个月时间，引起参访不易为止。嘛，听政治受难者的分享了后，创作出12本人权教育的绘本。今嘛人权博物馆按算要选出前3名来出版。 亲像马强的画作表现出不易为止、安康接待所复杂的请假。这本绘本发现是国家人权博物馆人权教育绘本评选计划的首奖，描写伫白色恐怖时期社会目睭看现现所改造无发现的受难者故事。比较想要偏移有点文学性的感觉，就是像诗的这样子，慢慢的从可能有一通电话，然后就开始抓到一些受难者们、前辈们，然后就这样子被关进狱中，然后但是其实都没有人发现。听不同的老师的上课方式，然后还有受难者前辈们讲述的过程，然后每页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这样出现。国家人权博物馆绘本评选计划今年是第3届，总共有12组创作者开4个月的时间，推出12本以人权教育为主题的绘本。在创作过程，嘛透过实地参访维权遗址，政治受难者分享等等课程，丰富创作者的作品。我们是更加的精进在人权教育的一些课程上面。这些课程除了从历史脉络的这个部分去了解它，我们也带领学员去做一些不义遗址的参访的部分，就空间的面向来进行一个了解。那也邀请了政治受难者当事人或者是他的家属来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故事。人权馆表示，过去2届已经有1本作品甲出版社合作出版成功，2本正在规划当中。这摆前3名作品，博物馆嘛会负责看线甲宣传，参出版社计划出版。记者郭不君正派文新北报道。